Hello，歡迎收睇得閒放狗，就好似 channel 名咁，我得閒嘅時候就帶埋兩隻狗去玩，順便介紹下啲好去處資訊俾大家。而家開始啦，今日就帶埋兩隻狗去 Pet Friendly 嘅西沙高 Park，今年2025年年頭先開幕㗎，以戶外活動為主題嘅運動商業綜合體，但係今日竟然落雨啊！不過唔緊要啦，照去睇咗先啦。話咁快就到咗西沙高 Park 啦，到處都係花同植物，勁多打卡位啊！呢度佔地130萬尺，帶埋寵物或者小朋友嚟到呢度絕對可以玩足一日啊！沿途已經經過一個超大嘅遊樂場，啱晒小朋友放電啊！呢個位行入去就係餐廳、食肆同埋唔同嘅設施，2樓仲有個寵物公園添。餐廳種類都好多選擇㗎，地下嗰層嘅餐廳多數都設有戶外區，基本上寵物都可以一齊坐喺度食嘢㗎。咁啱我哋去嗰日有個兩棲爬行類動物嘅市集，有好多寵物嘅嘢賣啊，仲有唱歌表演添。行完一圈已經肚仔餓啦，搵個地方坐低先。order 完嘢食，我都準備咗啲自備嘅狗糧，睇下佢哋幾心急。佢哋食飽就坐咗喺度休息啦，而且開始停雨。小朋友都開始喺戶外嗰度玩啦。終於開始上菜啦，太肚餓，食咗幾嚿先記得拍片啊！你哋睇佢幾為食啊，係咁伸個頭過嚟啊！食完嘢好似有啲意猶未盡咁。咁啱行過有個攤位，竟然有賣寵物無乳糖士多啤梨雪糕，原來佢係雪糕店嚟㗎。佢哋即刻搖晒尾話想食啊！大熱天時，人同狗都要食返個雪糕啦。寵物食嘅口味就會得士多啤梨味，人食嘅口味就會多啲選擇啦。不過就唔係隻隻狗都鍾意食凍嘢啦。就係咁，地下嗰層都大致行完啦，而家就會去2樓嘅寵物公園。
寵物公園大概有3000尺，有5組寵物設施，用 glamping 做主題。寵物可以放電之餘，主人都可以幫寵物瘋狂打卡啦。行完寵物公園，我哋都有喺2樓嗰度行下。其實仲有好多打卡位㗎，一大片嘅草地啦，或者係有啲花嘅裝飾啦，都可以打卡嘅。不過呢度遮蓋嘅地方就比較少，如果出猛太陽或者落太大雨，咁可能就唔係咁適合啦。今日嘅西沙高柏就介紹完啦。下次得閒放狗嘅時候，再同大家介紹其他好去處啦。如果中意我哋條短片，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嘅朋友，同埋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。拜拜。